为了要防止这非洲猪这摊开，全国猪仔禁止运送、禁止抬5天，店家也拢赶紧来清点这库存。亲像屏东的万万猪卡呢，业者表示讲，因的库存量拢维持伫咧1个月。遐那高雄卖整猪排业者，早起是赶紧调货200斤，有业者是真无奈，讲若阵调无货，就先休困。 3、4个店员徛几排，独猪卡动作无停过，这是屏东有名的万巒猪卡一条街。虽讲是平常日，不过店门口也是有人伫排队。即卖因为非洲猪这事件，对23开始，中国猪肉禁运禁抬5天，也就是讲5天无青猪肉通经，互惯使用青猪肉的业者拢真紧张。有人是紧急搬点库存，增加叫货量来营业，某店家是做偌济算偌济。我有食品工厂登记证，我们基本库存量是30天到45天。伊就提早讲，阮就提早准备安尼。啊，突然间的啦。突然间的。若无货就歇困啊。啊，阮是用迄种阮提猪肉，青青都会生都会煎的，你叫用冷冻的，啊，人家食的若无欢喜，啊，生理就流失去啊，系啊。啊，你若是正经讲哦，伊安尼佫下唔落去啊，你无猪肉通用，你要安怎？我就可能卖鸡肉、卖牛肉，啊，无就是卖笑啊。高雄这间猪排业者烦恼疫情若摊开，下唔那5天无猪肉通卖，早起就先叫货200斤来炖。因为猪肉是台湾人上接食的肉，一年会当食超过700万只猪。若有猪这对整个产业的影响非常大。虽讲非洲猪这病毒被传染给人，但是食到嘛无败害，不过消费者也是有顾虑。因为毕竟是要吃进去身体里面的东西，就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，所以还是会有一点担心。消费者恐慌啊，让整个猪价崩盘，你。非洲猪若个惊要蔓延，猪仔有可能嘛会死去，因为非洲猪伊没有药可以医嘛。南部地区是饲猪的重要产地，猪农上惊猪价崩盘。即卖南部各县市除了配合中央政策，也有来加强饲猪场、屠宰场的消毒甲管控，望会当平安度过一摆危机。记者李新武、柯明哲、柯家族、柯朝阳南部综合报道。